桃园机场常常拢有非法的车到机场内底去接送人客，最近有驾驶看到警察来，就赶紧要逃走，实在是真危险哦！机场的警察嘛提醒民众，都唔通坐非法叫客的车。停车！停车！行李搬入去后道，人客也才上车。驾驶看到航警要过来查，就着急后道的行李挂也无看，就吹油门逃走。 这样真的比较危险。我很少在这边直接做类似像拉客这样子，通常都是黄牌建车，要不就是加人站。代志发生伫咧初九下昼2点外，桃园机场的第2航厦西山路，尾仔航警除了依照违反公路法、甲违反民用航空法采取以外，另外红线违规临时停车，不予警察指挥稽查，无依照规定拍方向灯，甲看过造化线等违规行为。 拢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，会当罚12000到3万6，并且吊扣驾照6个月。为考量现场远景及旅客安全，故未强制拦停该车。针对本案驾驶人与违规揽客行为人共同违反揽客，本局后续将通知2人到案说明。航警局保安大队每天拢排巡逻，处理违规载客。 今年1届到11届，总共处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27件，公路法353件，民用航空法209件，将会继续加强巡视入境大厅甲周边的范围，强力执法，也提醒民众千万唔当坐非法载客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